你是无限的，你可以做到你所选择要做的任何事情。当你靠一个情境太近时，你只有一个视角，但这个情境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选择与结果。你需要更广阔的视野，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敞开心，放开对事情结果的执着，让你内在的真实感受帮助你。事情总会按照它们应该发展的方式展开。当你经历你灵魂最纯净的时候，可以拥有无限的知识、无穷的智慧和无尽的能量。你可能已经培养了一些消极的自我对话，这些消极的自我对话限制了你可以实现的事情。连接你内在灵魂最美丽的治愈力和可能性。记住，你的能力是由你内在驱动的。做个大胆的梦吧，相信你的能力，并且清楚知道，你可以完美的自我疗愈。你是无限的，你可以做到你所选择要做的任何事情。当你靠一个情境太近时，你只有一个视角，但这个情境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选择与结果。你需要更广阔的视野，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敞开心，放开对事情结果的执着，让你内在的真实感受帮助你。事情总会按照它们应该发展的方式展开。当你经历你灵魂最纯净的时候，可以拥有无限的知识、无穷的智慧和无尽的能量。你可能已经培养了一些消极的自我对话，这些消极的自我对话限制了你可以实现的事情。连接你内在灵魂最美丽的治愈力和可能性。记住，你的能力是由你内在驱动的。做个大胆的梦吧，相信你的能力，并且清楚知道，你可以完美的自我疗愈。你是无限的，你可以做到你所选择要做的任何事情。当你靠一个情境太近时，你只有一个视角，但这个情境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选择与结果。你需要更广阔的视野，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敞开心，放开对事情结果的执着，让你内在的真实感受帮助你。事情总会按照它们应该发展的方式展开。当你经历你灵魂最纯净的时候，可以拥有无限的知识、无穷的智慧和无尽的能量。你可能已经培养了一些消极的自我对话，这些消极的自我对话限制了你可以实现的事情。连接你内在灵魂最美丽的治愈力和可能性。记住，你的能力是由你内在驱动的。做个大胆的梦吧，相信你的能力，并且清楚知道，你是无限的，你可以做到你所选择要做的任何事情。当你靠一个情境太近时，你只有一个视角，但这个情境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选择与结果。你需要更广阔的视野，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敞开心，放开对事情结果的执着，让你内在的真实感受帮助你。事情总会按照它们应该发展的方式展开。当你经历你灵魂最纯净的时候，可以拥有无限的知识、无穷的智慧和无尽的能量。你可能已经培养了一些消极的自我对话，这些消极的自我对话限制了你可以实现的事情。连接你内在灵魂最美丽的治愈力和可能性。记住，你的能力是由你内在驱动的。做个大胆的梦吧，相信你的能力，并且清楚知道，你可以完美的自我疗愈。